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湾新眼界》，我是阿明詹伟民。一书一九一贤达，德辈君主传民俗。今日小解一位庙公的孙仔，较早被神明倒卡，对着讲用台语汉文加以签诗，台语基础是真正在。断了后，就上课学生转读日语、日本文化，甚至考调日本硕士、博士公会留学。现主时伫大学教日本文化。就台语、华语、日语，拢写叫台湾囡仔，要用民俗的学问找找台湾的根。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单元，要带你了解蔡义德的故事。这个甲连起哩哦，拄咧遮看嘛。啊，豆腐一个。看不到这样。来。欢乐的笑声，轻松的气氛，这是蔡义德教授的日语课，甲一般传统的教育无共款。蔡义德的教学内容是对学生的兴趣内面找想法。其实就是阮的系啦吼，阮的系啊吼，即马就是讲原来爱甲。因为阮校伫内门旗山这边遮嘛，所以讲啊吼，阮就变做讲，阮爱甲外口算一寡做一寡社区的服务。啊，所以讲迄个时阵，因就拜托阮讲有一寡迄个这边附近的国小啦，啊国小就叫阮讲，就是会当带这边的大哥大姐姐去甲因上有关日本的物件无安尼。啊，因为最近迄个就是日本的游戏啊，吼，原来是伫台湾足流行安就对啊。啊，内底有足侪战国的物件。啊，所以讲迄个时阵，我就拜托遮迄个大学生，吼，阮大学的迄个遮同学。啊，去做即个就是家己做啦，吼，家己做日本式的迄个就是因咧讲的盔甲安就对啊。啊，这两个是比较有名的角色，一个叫做真田幸村，啊，一个叫做伊达正宗安尼，嘿啊。啊，你安尼看安尼对无？就是其实因是真辛苦啊，就是真正自己用手做出来安尼就对啊。啊，我呢就是用这个过程啊，吼，迄个同学咧上讲因的日本文化内底，吼，日本的文化内底，因所谓的盔甲，虽然讲伊这毋是用金属去做的啦，但是吼，伊的构造就是我那是甲因上课，啊，甲因说明讲因的构造到底是啥物款安尼，啊，我照迄个构造是去做，啊，做出来大家也足欢喜，真有成就感。因为蔡义德本身对网啊、电动嘛真有兴趣，因此会当甲学生有近距离。对学生来讲，会当将兴趣甲学习结合，同时嘛增加学习的主动性。平常我们上课的方式是比较偏向于书面化的教学，所以比较说非常的死板。可是相对性的，老师的教学方式，它是非常的活用到我们现代学生喜欢的东西，像学生非常喜欢玩一些游戏，像什么战国巴萨拉啊，或一些跟各种战国有关的东西。所以，变成说，我们学生会非常的对这些东西有兴趣，我们会更愿意深入的去了解，反而会学习的更好、更快。不过，学习语言上重要的嘛是爱会当另外来运用。所以，一直认为上直接的方式就是去日本，除了学语言，嘛会当实际体验当地文化。其实吼，阮的定啊，就是甲阮的囡仔送出日本真简单啦，吼，包括讲啊吼，阮的囡仔第一。因为一个毕业门槛啊，伊个毕业门槛就是讲啊吼，你若无去过日本迄边遐做工课超过3个月以上的话，你无才毕业。吼啊，过来就是讲啊吼，除了这以外啦，就是阮有安排足侪个机会啊，甚至半年啊，就是讲寒暑假，拢互迄个囡仔过日本遐实际上做工课啦。啊，为虾米呢？因为吼，咱台湾足侪咧读这个语言的迄个物件吼，都《论语》纸上谈兵的对啦。啊，对阮来讲，其实实际上的运用。吼，你有实际上去迄个环境，这是足要紧的代志。啊，所以讲吼，阮就是要求讲，阮的囡仔，你若尽量，因为你读的是日本话嘛，啊，你读的日本话一定来长伫台湾，啊，都无好，就算讲伫这边的老师安那是日本人，伊甲你讲话，迄嘛是有一个极限伫咧啦。吼，所以讲，阮会感觉讲，阮会尽量甲囡仔派出去日本，啊，互因去当地去体验。啊，好好啊，把这个语言的这部分去加强起来呢。伫日本有过侪年求学经验的蔡义德，唔但实施日语，嘛对日本文化有真深的了解。所以伫教学生的过程当中，伊所教的不只是语言，是伫语言背后更较深的文化意涵。来读阮系的囡仔啦，就是来读日文系的囡仔。大部分其实当初就是真济啦，拢是因为讲伊介意日本的动漫啊，还是讲日本的迄个次文化过安就对啊。所以讲次文化这物件基本上毋是歹代志啦，吼啊，甚至咱咧讲日本，啊，因讲次文化发展到安尼，已经发展到因今仔会使国际咧发大财安尼有无？吼
啊，所以讲，但是啊吼，你若干那只停留伫遮，哦，停留伫这阶段当然是唔好啦，吼。啊，包括讲咱即摆足侪迄个台湾的大学咧教日文的，伊敢若会着较强调讲哦，就是学语文啊是啥物，但是咱就是我定来举一个例啦，就是讲啊吼，咱一个人，咱虽然咱也袂晓讲伊的话，咱去冒犯到伊的文化的时阵。其实人袂感觉安怎，因为你外国人嘛。但是你若会晓讲因的话，结果啊吼，你阁无了解伊的文化时，伊可能会感讲你是调侃的。学习语言的方法有真侪种，只要是有兴趣的、有动力的事物，拢值得去试看卖。这种的态度，嘛好蔡一直的教学充满变化。今咱节目现场就邀请了蔡教授来咱节目现场，蔡教授你好。伟民你好，迄咱全国的迄个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哇，老师你上课介趣味呢？无啦，就是因为可能一般的学生仔咧看来讲，我算较强的老师安尼啦，伫大学内底。安那讲强咧？因为我是拢感觉安尼啦，我定来甲囡仔讲啦，是讲，是啊，咱上课的时阵拢爱定来安尼讲笑话啊，是讲啥较无正经的就对啊。因为我拢甲因坦白讲啦，讲啊吼，因为我知影讲啊吼，咱若做认真咧上课，你可能上无5分钟就爱困，而且吼，伫你爱困之前啊，有一个人会先爱困。就是我家己先爱困，安尼就对。就是你爱困。对，因为咱大家拢做过学生啊嘛，啊所以讲吼，咱咧讲将心比心啦。咱也希望讲，较早做学生的时候嘛，希望讲，老师若上课的时阵会当安尼有无较生动的吼，较趣味安尼就对啊。所以我尽量咧上课的时阵，就行较强的路线安尼啦。安怎强法？譬如讲，可能对因来讲，就是包括讲我咧上课的时阵，我会较去想讲，即摆少年人咧用啥物款的迄个。语言啦，吼，啊，包括因为即马网络足方便的啦，即马较无像较早安尼，咱譬如咱较早的人，就是讲咱家己的工会所的人吼，咱就结一阵嘛，吼，啊，咱就有咱家己的用语啦，有咱家己的习惯，安就对啊。你即马经过网络的时阵，你其实真简单，就知影讲，即马少年人咧想啥安尼，尽量去贴近人的生活啦，吼，贴近人的思考安尼。啊，毕竟啊，就是讲咱即马咧做老师的人，咱咧教册嘛，咱就是要教咱，希望讲伊会使学着讲咱想要教伊的物件。啊，那这方面来讲，是我感觉咱家己在袂输咧做直销的，你知影？做直销的。虽然讲迄个做直销有较厉害，有较平的啦吼，啊，咱算较平咧做老师啦，啊，有咧做直销较厉害，即摆咧做各种市场。是，不过你拄则讲到这个网络的这个部分，你上课嘛开着网络，讲是啥物？我迄个大部分因为我即摆伫日文系咧上课啦，啊，其他语言的部分啊，你若讲无一个基础的时阵，可能我若学生咧直播啊，佮咧报讲网络报我咧上日本，可能大部分嘛听无，所以大部分我若比如讲伫网络有咧放的，拢是咧讲日本文化的部分啊。因为我感觉讲台湾嘛，足侪人对日本是有兴趣的安尼。啊，毕竟日本这个国家甲咱关系嘛足亲近的嘛，所以讲啊，我就拢大部分会去放这物件安尼。啊，其实伫迄个网络面顶嘛，足侪朋友拢真。迄个反应真好啦，甚至啊，我当时咧上课的时阵，学生啊拢无啥反应，大家伫安尼听安尼，结果伫网络面顶，大家就伫遐留言安尼讲，啊，这是安那，这是安那，安尼就对啊。网络插起来，搁较即个直接安尼对无？对啊，对有感觉啦，因为我伫种感觉讲吼，包括讲头早伟民那个帮我介绍的时阵，就是讲，因为我伫日本读硕士甲博士的时阵，其实拢有摕到公费啦，两个国家的公费。所以其实我在心内拢感觉讲，虽然讲我即摆伫大学咧上班啦，但是我有一个社会责任伫啦，算这两个国家甲我请养大汉的。所以讲吼，若做会到的时阵，一寡社会教育啊，还是讲社会责任，我可能我用这种方式落去甲伊完成安尼。是啊，做一个教育者，你所学的，甲你所教的，真正是无共款的。听讲你伫这个课内底哦，日本的这个萨姆莱这个铁架，你有学生甲你做。对啊，系啊。是啊，因为迄个就是阮的即马课啊吼，迄个包括甲社会责任嘛有关系啦。就是讲啊吼，即马足侪大学啊，可能嘛是为了生存啦。就是讲啊，甲附近一寡国校啊、啦国中啊吼，也叫恁遮迄个大学的小朋友出去甲因上课，哦，甲迄个更较细汉的小朋友上课安尼就对啊。迄个时阵我就想讲，那咱读日文的嘛对吧？你甲因教日文，敢若嘛怪快吧？因为2点钟尔，你甲因教啥？啊，迄个时阵我就想讲，咱台湾其实足侪人对日本的啥物战国啦，吼，还是讲日本的历史啦，甚至这可能拢是因为 game， 吼，算这游戏出来的对吧？对这物件有兴趣的话，安是毋是我叫这阮的大学的囡仔，吼，啊去实际上当然毋是用铁啦，用铁迄就是想过迄啊，用一寡迄个会当替代的材料，吼，啊去实际讲去做这日本的迄个武术的铁架，啊这做的中间其实这迄个大学囡仔。因为有做嘛，所以讲伊遐到底是构造是安那吼，还是安那去迄号是安那去组成的，因就知影。这对因来讲嘛是一种学习。啊，即马做出来了，啊其实摕到迄个国校啊，互遐小朋友穿安尼，
反应嘛拢袂歹，大家我讲我穿安尼伫遐翕相，安尼真开心安就对啊。啊，上重要就是讲，因为即马我所在这大学啊吼，当然伊伫台湾来讲，毋是这种 top class 的学校啊，吼，但是我拢直直感觉讲，因为伊伫中坎的。啊，对我来讲，其实这就是我的社会责任。这中间的这个囡仔，我要安怎去甲伊，就是借由一寡较无共款的迄个方式去甲因启发。吼，我互因一寡可能人生也是咧求学的过程中有一寡新的方向，一寡新的思考的话。啊，我感觉吼，安尼我做一个大学的迄个老师的教育责任都做到安尼啦。是，所以学生的这个反应真正拢袂歹，对无？总是比安尼咱坐伫遐甲伊讲，啊，我甲你讲这日本啊吼，这奈良时代是安怎啦吼，啊，京都是安怎，对比这来讲的话，毕竟因是正家己落咧做的啦，迄反应也是甲迄个一般咱安尼较单方面咧甲伊讲的是无共款的。所以自这个实作来去了解一个日本文化，甚至学到这个语言。对对对。甲你较早过去咧学日语的时阵，有啥物无共款？其实这嘛是算我家己的个人的一个经验啦，因为我头拄好讲我伫老师内底算强的啊，其实我做学生的时阵更较强啊，因为我讲我伫日本迄边遐求学，头尾尾安尼加起来，包括生活做工过11年啊，迄中间其实我无介认真啊，但是我会无认真的原因是，咱咧讲的一个较奇怪的讲法是讲，因为我足想要了解日本的，所以我无认真。安怎讲的，就是讲，我看一般的迄个我的一个同学啊。就是拢逐工毋是上课图书馆，啊无就是上课图书馆安尼，拢即款的生活真单纯安尼就对啊。但是安尼当然嘛真好啦，但是我迄个时阵就心内一个疑问讲，我难得，有可能我人生就是这段时间我住伫日本尔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是毋是爱用这个时间好好去体会日本的生活？安尼我逐工拢去学校要创啥？所以讲我以前伫日本的时候，我定定去乌白走啊，定去鬼混。甚至啊吼，咱咧开玩笑讲，伫日本一寡敢若较费人咧做的工课，包括讲迄第一迄个电动间啊安尼有无啊？伫遐拍清楚，嘿，类似迄款的啊，就对啊。其实嘛无拨钱安尼，啊，但是就伫遐坐规工安尼有无？伫遐咧拍电动玩具安尼，即款工课我嘛做过啊。嘛是一种观察啦，对无？对对，就是讲啊，你会去体会到讲啊，包括讲迄个啊去了啊去人因迄拉面店，我拉面店就是寡迄种迄个日本的做事人有无？啊了安尼一杯米露啊，放伫遐伫遐食薰安尼，因的迄个就是大众食堂内底在食薰的，伫遐食薰，啊就伫遐甲因唱安尼，有啊电视咧放因迄个日本的职棒咧做安尼，过一款生活安尼。所以迄个时阵我就感觉讲，咱亲身的体验，对咱去学习这个国家的文化。甚至这国家任何的代志啦，都是拢有帮助的。而且我后壁转来了，其实咱伫台湾对日本的专家其实真济啦。但是在这专家的中间吼，我家己感觉讲，我家己较无共款就是讲，可能对日本这国家的观察点，我会跟一些这专家来讲，较有一寡差别伫咧。啊，这种差别是啥物时阵培养起来？我这样回想起来，就是讲。迄个时阵，迄种奇怪，莫讲奇怪就是讲较有甲一般的人咧接触的这种社会体验、生活体验去学到。所以讲，等来大学了，我嘛感觉讲，这个囡仔是毋是咱来用实做的、用生活的，或实际上去体验的，安尼对因来讲，因去学这个国家的语言甲文化是更较简单的。是，所以这个规日本拢互你行骹到、行透透安尼。之前咱有迄个网络面顶有一个游戏啦，伊就写讲啊吼，你一个日本地图，你知影？啊，就是讲哦，你若捌去过遐大过的是一个县，经过的是一个县，去遐佚佗一个县，安就对啊。我到尾发现我规个拢有着色，规个拢有去过啊，对啊。啊，包括当然有的是包括经过啦，无逐位拢带头安尼啦。嗯。所以头先讲到这个废人的这个部分，伫遮做观察，其实就是做这个田野做这个部分嘛，对吧？是，当然，因为包括讲我其实我足侪人唔知影，因为我伫日本写博士论文，我写的是台湾的顶头文化。所以讲，迄个有时阵我的老师啦，我日本的老师甲我讲，你若伫日本要写论文，你就是爱写日本对日本学界有贡献的，别人会使引用的，安尼就对。啊，你是台湾人，而且你对这个物件，包括讲我较早迄个伟明有讲过，我伫迄个庙边仔咧大汉的，所以讲这个物件你若有这个条件的时阵，其实你爱去用你的角度来写呢。所以迄个时阵我伫日本的迄个大学边遐，我写的是有关这个。顶头甲百家奖，写日文的啦，写日语的，对啊，包括讲内底我写着一个我的朋友啊，包括讲昆明伯啊啦，甲善人这人安就对啊，但是就是到尾啊，我惊讲迄个时阵，因为迄个时阵甲即马迄个规个政治的局势，搁咱规个人的思考无共款，所以迄个时阵我是选择讲网络面顶无公开啦，就是讲若要去看这本论文的时阵，爱去日本的国会图书馆，啊无就是阮校的图书馆看才看有。
啊，现在无公开咧，因为我想惊讲公开了，我倒来台湾就找无头路。是，不过你头先也讲到这个日语这个部分哦，较早你开始浸透是这个学日语的时阵，其实你对着这个日本文化，甚至就讲较早的这个哈日族，你是看伊较无起的对无？其实嘛无讲看无起啦，因为咱迄时阵我是对五专开始读的，啊，了五专开始读日文的时阵，其实你心内其实嘛有一个打算，就是讲后摆你可能是靠日文咧食饭的嘛。啊，你这前提之下的话，其实哈日族是愈做愈好啦，因为你有这个市场，你才有迄个工作好做嘛。但是迄个时阵，我会对哈日族的感觉就是讲，因为包括讲我的阿公，吼，啊，我这阿伯拢是受过日本教育的迄个大汉的，就对啊。啊，这哈日族都跟介绍两代啦，吼，两个世代安尼就对啊。啊，这中间这个世代。哦，是可能就是咱咧讲的较党国教育，党国教育的世代就对啊。啊，跳过这世代了，日本，因这个日本受过日本教育的，读过日本册这人，因无哈日啊，对因来讲，日本迄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因的迄个精神的迄个形成的一部分，所以袂直接去哈嘛。啊，你所谓哈日族是已经无啥物日本教育啊，哦，甚至然后是党国教育持续很久之下的一种，我咧讲的一种反动啦，哦，你反动了，我感觉日本这国家袂歹就对啊。啊，这吼我定咧开玩笑，这是文化上的一种咱咧讲的隔代遗传了，对吧？隔代遗传。阿公这代吼，啊，再传来孙这代安尼，啊，老爸这代跳过。啊，真有可能是会安尼呢，因为吼，爸仔囝直接两个世代拢有可能有种冲突，因为爸爸甲囝嘛，啊，迄个爸爸对囝是有较大的期望的。阿公当然拢无要紧啦，阿公通常看拢是金孙安尼啦，你欢喜就好安尼。所以讲有这种冲突之下，就是讲啊好，迄日本教育迄代。甲迄个较党国教育这代有冲突，啊结果啊吼，党国教育下开这代可能较自由教育啊，较有启发啦，又个冲突，结果啊，则莫名其妙，怎阮这代即个所谓的哈日族的时代，较面顶的昆明北迄代，则了连接起来了对吧？啊，所以讲迄个时阵我咧看的时阵，哦哈日啊，大家拢感觉日本足好的，但是因为我较早看我阿公看我阿伯，因当然嘛是感觉日本好啦，哦物件拢爱用日本来就对啊，但是我嘛感觉一件足奇怪的代志，就是我伫阮阿公搁伫咧的时阵，我从来毋捌听过阮阿公讲日本话，一句都毋捌。吼，啊，但是若照阮爸爸咧讲的话啦，阮阿公是会晓讲日本话。啊，我就感觉足奇怪啊！你会晓讲啊，后壁我搁去学日文，你哪会拢无咧甲我讲日本话安就对啊？到尾也才听讲啊，听我阿伯咧讲啊，就是讲阮阿公有一年，咱咧讲迄个就是节日啊，节日的即摆足侪人少年人听无，其实就是假日的意思。吼，节日的时阵，袂记你挂喜怒马路啦，日本国旗啊，袂记你挂。结果去互阮迄个砖头的迄个大人啊，日本警察甲扇嘴皮扇起个啊，吼，啊叫扇起个了，伊怎啊规个人就是拢无愿讲日文就对。对日本都真差过啊。对，但是伊无讨厌日本啦，就是有一个迄个较足复杂的感情啦。啊，阮迄个哈日族迄个世代，就变做讲，伊无即种复杂的感情，伊接受到日本就是好个啦。所以讲，咱来讲看安尼敢若怪怪，敢若倒伊毋对的话，那对我来讲是即个部分啦，我会感觉讲敢若无啥共款安尼就是啦。所以讲后壁我家己会去读日本文化嘛，是可能即个部分有一个原因啦，就是讲我迄阵就感觉讲，迄是一种直觉啦，就是讲你哪有可能一个民族拢敢若好的，拢无歹的，我不爱信，安尼就对啊。有影一个民族无可能敢若好的，对无？对。啊，这个教授，这个除了这个大学咧上课以外，其实你有一个身份，就是作家。咱来看一下你出的这个册哦，到底是偌尔精彩？咱来看一下 VCR。除了伫大学教课以外，蔡依迪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一名作家，其中卖真好的一本册《表里日本》，写出了蔡依迪真独特的观察。啊，因为我做一个台湾人啊吼，啊伫日本留学啊，咱嘛知影讲台湾这个环境，伊就是真亲日嘛，吼，所以讲其实啦，加少啦，就大家对迄日本人吼，拢有存一寡幻想啦，啊甚至安尼讲一寡偏见啦。比方讲啊，咱定来一寡讲日本人有理无体啦，有诶无安尼就对啊。啊，但是咱回头转来想，咱台湾人对，咱讲意思讲哦，就是日本人有理无体啊，咱家己较识代替安尼有无？啊，但是咱当时啊看咱台湾人诶一寡表现甲行为，敢若嘛无啊，吼。比较起来，像日本人可能上无人有理嘛。当初去日本读册，研究去人类文化学，其实蔡依迪是受到蒋经国以及诸葛亮的启发。因为我囡仔的时阵迄时阵拄伫诸葛亮上流行的时阵啦，吼，啊，我感觉讲，因为伫迄款环境大汉了啊，吼，我是安那，我去后摆去日本的，我会去读这个民俗学，这可能我哪有受影响，就是讲我家己有感觉，就是讲，
咱台湾人的生活就是讲啊吼，咱伫迄个制式化，那就是我们讲快一点，就是党国文化迄款环境之下，啊，包括讲蒋介国死啊，大家拢爱足爱斗的安尼伫头，咧默哀，电视拢变黑白安尼有无？但是暗时啊，吼，暗时啊变做咱家己的时间的时阵，紧的安尼老爸啊有无？倒摆徛咧安尼，再去农业大店安尼，啊大人去借迄歌厅小有无？甲后壁迄种有无？较亮迄款的。迄款片啊，咱小朋友就去借迄个日本的迄个，就是卡通安就对啊，动漫安就对啊。迄个时候我就真明显的感觉讲，咱台湾人有那种外面显示出来，哦，甲咱内在咱家己所存在的迄种无共款的迄种面貌。蔡依迪住伫日本11年，虽然伊去过日本真侪所在，但是嘛是毋敢讲家己真了解日本。对日本虽然有真深的敬意甲爱意，但是依然希望保持家己外国人的身份，以客观的态度清楚看日本的样貌。无论日本外好外歹，毕竟拢是别人的国家。希望让台湾人更加了解日本，对日本好甲歹的经验得到新的体验，这嘛是蔡依迪的目标。有迄个水准较无较悬的日本人，啊，这日本人去，若讲咱拄着较无好的，你有可能去拄着伊甲你歧视。就甲你歧视的这款就对啊，吼，啊这款呢，当然咱徛伫人的土地上啦，所以讲当时啊，我有甲小朋友讲，哦，恁可能爱论一下是啥，但是我拢甲伊强调一件代志，我讲啊吼，恁家己若有出去日本做工课，甚至讲去遐生活的经验了，转来麻烦讲你若看到咱伫台湾拄着咱所谓移工啦，外籍的移工就对啊，请你对人较尊重的，较尊敬的。因为啊吼，你若经过这段时间了，你就知影讲出外人是啥物款的心情。不管是任何文化，拢有一定的矛盾甲多面性。面对现在资讯爆炸的年代，用电脑、手机啊，就会当得到真侪日本的资讯。但是如此，就算是真正理解日本吗？所以一直相信，一定有搁较侪值得咱去理解甲探讨的故事。我甲因讲啊吼，今仔日咱若拄着一个迄个也袂晓讲中文，吼，也袂晓讲台语的一个阿倒啊，咱讲阿倒啊，后面迄边的迄个金头毛的，结果伊甲你去食饭食到一半吼，向伊要去摕物件的啥，伊的猪泉甲你插伫安尼饭面顶安尼就对。我讲若看你感觉会安那？蔡教授佫一个身份就是作家哦，伊出的这个几十本册，拢甲日本关系有关系哦，嘛代表伊的人生无共款的时代转变。老师，你这3本册，真正是你3本伫这个日本经验的这个浓缩的对啊？是，因为吼，我是安尼写这第一本这个表里日本啦。啊，当然这其实甲咱咧上课是共款啦。你拄开始要讲一项物件，啊，包括咱即摆讲的物件就日本嘛，所以你一定是要甲伊的总论概论先讲的就对啊。所以这第一本册我大概写的就是这概论啦。啊，这其中啊吼，其实我有放一个足大的迄个重点，就是讲，因为我感觉台湾人，尤其是最近，尤其政治人物，足爱讲明治维新的。吼，啊，迄个伊卡袂着2018年的旧年啦，如果是迄个150周年的纪念啦。吼，所以大家拢爱讲一下迄个明治维新，捌的也讲啊，毋捌的也讲安尼就对啦。嘿啊，啊，所以讲其实我家己啊，咱其实明治维新是日本的历史事件。咱莫讲台湾人啊，其实每一个日本人可能拢有伊无共款的看法啦，吼。啊，我当然是就我家己的认识，啊，我家己的想法安尼，啊去甲台湾的咱遮读者朋友，吼，来做一个介绍安尼就对啊。啊，过来就是这个丰原京都，就是讲，因为台湾人就爱去京都的，啊，甚至我怎住伫台南啦，啊，足侪人拢就爱讲，哦，咱台南是台湾的京都，你知道？啊，其实我听了这句话，我大概骹尾拢会冷啊。骹尾冷啊！是安那讲，因为京都这个迄个城市啊，吼，伊做日本的迄个首都超过1000年以上啊。啊，吼，迄个就是日本迄个京都啊，吼，有一间咧卖糖仔的店，叫做幽灵堂啊。哦，这间其实足侪台湾人嘛知影，就是有一个鬼故事，但是是真温馨的鬼故事就对啊。迄间店，迄个已经开足久啊，就对啊。结果我去甲查啊，就对啊。结果伊一查落是讲，开店已经400几年啊。我讲我去一间糖仔店400几年，啊，就比台南的迄个历史搁较久啊。咱讲咱是台湾的京都啊，敢若无啥共款啊，就对啊。啊，但是后壁我就想讲，好，咱台湾人就爱去京都的，啊，到底咱对京都的认识是啥款？吼，啊，所以我迄时就去针对这个部分，我搁写一本册啊，就对啊。啊，这本册其实较奇怪，就是讲，
一般啦，咱咧讲去行都行都的册，就是讲倒位较好耍啦，倒位较水啦，啥有无？啊，但是我这本册拢较写迄种较人性的故事啦，就是讲较早伫行都这个所在，捌发生啥物，可能是较优美啦，甚至有是较残酷啦，哦，还是讲较悲伤的故事，安尼就对啊。所以吼，我迄本册看嘛安尼乌杂杂安尼就对啊，啊内底迄个足侪迄个故事吼嘛较阴暗安尼就对啊。但是讲直咧讲啊，讲一个国家吼，还是讲一个城市，甚至一个人啊，一个查囡仔，伊要安怎才会水？伊要安怎才会美丽？迄若讲全光照落，其实是无美丽，一定要有一寡所在有阴影就对啊。而且阴影的部分啊吼，咱若无去甲理解的时阵吼，咱所看到就会很卡通，哦，就是足平面安尼就对，嘿，爱有阴影，一个物件才立体安尼就对啊。所以讲，这本册咧写行都，其实我是较偏重写一个较乌影的部分安尼啦。啊，第三本册的时阵吼，我这就是我就想讲，我写两本册啊，一本是写概论嘛，一本写行都嘛。终于会使咧甲大家提一个讲，咱日本这个民族，伊个民族性是啥款安尼就对啊。所以讲这本册其实我真认真落去写啦，吼，啊个写了有可能有了较合顺安尼就对啊。啊马上啊吼，就反映伫销售量面顶安尼就对啊，系啊。可能一般的人，一般咱的读者的，伊咧看日本，就是讲，可能他就是喜欢这个国家，介意这个国家，吼，啊吼，讲日本大人最好的就对啊。但是我直直要甲大家介绍就是讲，你若问我讲我迄个介意日本这个国家无？我会甲你讲，那除了台湾以外啦，其实我会感觉日本这个国家袂是我的第二祖国咧。是。但是我会甲大家讲，我是知影讲这个国家的好，甲这个国家的歹了。啊，结论你问我讲有介意无？我是讲介意安尼。你袂使讲你定来去讲哦，我敢若看到伊好的所在安尼，啊，我就感觉讲日本这个国家最好的话，安尼迄是你家己的幻想啦，迄毋是讲这个你认识的这个国家是正经的迄个模样安尼就对啊。所以这个表里日本还是日本人论，这其实内底拢因较黑暗的这个部分伫咧，啊因黑暗伫到什么部分啊？包括讲啦，就是讲其实阮有一寡迄个阮大学的囡仔，头拄嘛甲大家介绍，就是讲阮即马我伫日本迄个台湾咧教日文嘛。是。我家己的一个方针就是讲，咱囡仔一定要实做。你讲语言这个部分啊，包括讲你若无去迄边遐体会的话，你绝对学袂好。咱老师搁较安那好，你敢若留伫台湾去上日文，迄拢有限。所以讲，阮的囡仔吼，其实阮有规定一个毕业毕业门槛啦，就是讲啊吼，你一定要去日本做工课超过3个月以上实习，你才会使毕业就对啊。等因去的时阵，我嘛甲因讲过一句话，我讲学校会当保护恁的制度，即公司的制度，吼，制度一定是正常的。你去讲迄个做工课的环境一定是正常的，但是有一点我都袂当甲你保证，你会去拄着什么人，你的同事，吼，可能你直属的迄种顶司，吼，毋是头家啦，头家绝对是正常的啦。你会去拄着迄款素质无好、歧视外国人的人无？日本人无？咱讲实在，因为阮的囡仔去，佫是观光地，讲起来是。比例啦，有可能拄着比例，无算较低就对啊。啊，我有甲因讲一句话，就是讲啊吼，咱有一个想法，第一，咱是去迄边学习的，吼，所以拄啊开始较辛苦。但是咧，伊是安那甲你歧视，因为你去因的所在上班嘛，吼，啊，伊日本人本来就种排他性啊，吼，排他性。我但是嘛是看个人啦，总体来讲有这个迄个型啊就对啊。好，啊，结果你伊摆甲你排他性的时阵。伊甲你欺负啥物？就是欺负你对日本唔捌，欺负你日本无好嘛。好，但是你若甲这两项补起来的话，安尼你袂晓，伊袂晓讲中文啊，你会晓啊，甚至你可以晓讲台语啊。啊，你的日文若无差异介济时，伊是要甲你歧视啥？伊要甲你欺负啥？吼，这是咱家己咧努力的部分。搁第二句话，我甲伊讲，好，你今仔你会家己开家己讲哦，咱是台劳啦，去日本做工课啥有诶无诶？好，你今仔去迄边，你家己有努力打拼，你会去拄着好诶人，你会去拄着歹诶人。当我咱甲因讲一句话，我讲希望你有这个经验了，你转来台湾，你若拄着这东南亚的这移工朋友，你唔通搁安尼外劳，结果就好势。病是出外人，是病是即将心比心。你家己有啥物款的经验，你唔通迄种不愉快的经验，你要去放伫人的身躯。你对人爱了有一寡尊敬的心。是，包括讲你去日本，你会感觉讲哦，我是帮日本咧拼经济，我帮你做工课，这东南亚来台湾的朋友。嘛是共款，对啊，啊你唔通安尼换一个角度，换一个身份，你就感觉讲哦，这拢咧来趁咱的钱的，哦，莫安尼想的。啊，这我是感觉对于我来讲啊吼，我即摆伫台湾的一个算中间呢
的一个大学的部分，我感觉对作为一个人啊，人文思迄个思考啊吼，这部分是一个真重要的工课安尼啦。真正是讲将心比心啦。对。啊，有影咧讲哦，其实你伫这个日本求学这个过程，其实嘛是坎坎坷坷。听讲你个是本早读这个日本儒学，啊，尾来转读别个科目。对。对，这个部分是毋是个老师揽咧你考啊？哦，迄个因为这部分，这个电视面顶讲个，刚才叫迄个，但是嘛是甲大家报告啦，因为这足侪朋友嘛知影。其实我对思想本来就真有兴趣，包括讲即马嘛是真有兴趣。所以拄开始我去的时阵，其实我是找了一个我熟悉的老师。啊，这个老师伊是伫日本咧研究所谓的儒学，啊儒学包括中国的，包括日本的。哦，结果熟悉接触的时阵，拢好好。即马去做一个伊学生的时阵。哇，规个人怎啊，敢若袂输迄种有躁郁症安尼就对啊，会甲你欺负咧，会甲你糟蹋就对啊。当然啦，咱迄个事后咱家己想起来啦，伊迄阵对我要求是足严格的，吼，啊，伊要求其实也拢无毋对啦。伊迄阵对我要求啦，即马来问我的话，我拢感觉讲这正常，只是讲啊，伊可能咱咧讲的就是一个求好心切啦。是。伊对我拄去日本2-3个月，啊，就对我有即款要求安尼。啊，可能我迄阵甲挡袂掉就对啊，伊家己可能就是精神我有一寡状况安尼，尾手我才去得到第二个，就是我即摆的一个文书啦，吼，这个老师啊，才甲民俗学读毕业的就对啊。但是迄个经验嘛吼，互我家己就是2个教训啦。第一就是讲啊好，咱头拄咧讲的，这将心比心，吼，咱伫日本咱无一定是拄着拢是好人，你知吼？当时啊，一寡就是阴错阳差啦，吼，咱去拄着一寡较奇怪的人。第二个就是讲。包括讲我头拄讲的，咱伫台湾大学毕业，结果咱一个基本作为一个学者、读册人，而且个人文的素养是决定性的无够的。就是咱咧讲的即摆大学的教育，即个通识即个部分啊，是完全无够的。所以讲，其实我即摆家己伫大学咧教册啊吼，除了讲阮的正课，吼，包括日文这部分的话，其实我有用足侪时间，你家己上即个咱咧讲的一般常识的部分。哦，你唔通讲你日本足够讲的，结果去日本了，人日本的首相是安怎做的，你唔知影。阮的囡仔足侪是安尼啊。语言会晓，语言会晓，文化也是较深的，较在地化物件拢唔捌。对，啊，我迄时阵其实有甲因讲过一个例啦，我甲因讲啊吼，今仔日咱若拄着一个迄个也袂晓讲中文，吼，也袂晓讲台语的一个阿多啊，咱讲阿多啊，后面迄边的迄个金头毛的，结果伊甲你去食饭食到一半吼，向伊要去摕物件的啥，伊的地砖甲你插伫安尼饭面顶安尼就对。我讲，若看你感觉该安那？啊，阮遐个学生啊就讲，袂啊，反正伊唔知啊，所以不要紧安尼就对啊。我讲好，安尼真好。啊，你若去拄到一个外国人，伊台语也讲啊足好的，中文也讲啊足好的，结果吼伊食饭食到安尼时，伊安尼共款猪安尼甲伊插，你会感觉伊挑工的无？所有囡仔全拢顿定，就感觉讲，对，安尼是毋挑工的。我讲对。啊，若这个例换做恁的身躯，你日文会晓讲，你敢若会晓甲日本人沟通？结果啊吼，你去日本的时阵，你去做一项去犯着因的可爱代志，结果你家己唔知影的时阵，你感觉这日本人会感觉你是挑工的无？我大家才开始对讲对咧，啊，咱唔是干那语言会晓得好啊，咱去知影讲人的思考、人的社会到底是啥物款，啊无你颠倒语言愈好，你去犯着人的时阵，人会愈感觉你挑工的啦。对，哦，所以讲包括讲咱台湾甲日本，其实看起足像的嘛，但是伊的一根本上有一寡足无共款的所在。啊，包括我咧出册也是共款啦。咱咧讲的社会教育这部分，我嘛是希望讲咱台湾会使足侪愈侪人去了解这部分的话，咱咧定咧讲代志愈好，代志愈好啦。这部分咱咧去克服啊，唔通定咧讲看到人讲哦，日本啊有温泉啊，就念咧讲啥物人男女混浴啦，啊，就念咧个有理无体。迄拢是一种先入的一种先入观念啦，啊，迄嘛拢其实拢无正确安尼。所以伫这个生活当中，就看得到民俗的这个部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伫民俗要安怎看咱台湾用日本的这个角度，你较早所学的安尼。哦好。这个部分啊，其实头拄嘛讲过，我自细汉就伫庙边啊大汉嘛，所以其实我咧对这宫庙啦、顶头啦，这我有一份感情伫咧啦。我其实我到即马搁足爱看这物件，但是我知影讲台湾足侪人，其实尤其即马，咱咧讲的进步青年啦，吼，看这物件，敢若是袂出种罪恶啦，吼，啊种敢若足落后的这种存在啊，就对。但是我咧讲的就是讲，咱去日本，吼，咱去看伊的神社，吼，咱去看伊的迄个神医遮就对。我拢感觉足清气的，啊，问题是因迄个神道啦，因本来因就是因的最高的价值就是这个清气这2字啦，吼。啊，咱台湾其实毋是，咱台湾的迄个就是咱的民俗信仰，咱的
迄个宫庙啥物上好？欣上好。哦，人足济，啊足旺诶，就对。香火啊啊，香火足好诶，啊，就是啊，这生命诶欣安尼，啊，拢会灵诶，就对。啊，所以讲会灵会欣。迄无代表即间庙一定要清气啊！啊，当时安尼薰安尼乌乌杂杂啦，安尼有诶无啊，迄个人足差诶，这拢无要紧诶，就对啊。啊，足侪人，咱来讲哦，啊，日本是一个进步诶国家，所以讲咱去人日本诶新社，你看人诶顶头啦，拢真有秩序啦，啊，迄个真清气安尼，所以咱倒来就感觉咱台湾诶毋好。我感觉其实嘛毋是安尼啦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我有足侪日本诶朋友，其实足介意台湾诶即个民俗活动，吼，包括讲咱妈祖啦、王爷遮，啊，我问因讲为虾米会？介意，因的回答嘛足简单啊。因讲吼，因为恁这拢充满一个活力，充满活力，充满活力安尼吓，啊，真无秩序安尼就对啊。啊，啥物代志拢会发生安尼。我讲啊，这应该是缺点嘛，对因来讲那是优点。啊，伊嘛甲我讲啊足简单诶，伊甲我讲，啊，我伫日本的社会，我就是安尼，逐工去学这规矩啦，这秩序啦，这创啥底甲用要死安尼。啊，我今仔来台湾，我就是要看，我就是要放松的，我就是要解放我的心灵的时阵，啊，你这安尼足好个啊，咱想想嘛对啊。是，吼。所以讲，咱的基本价值若是活力的时阵，其实我是感觉啦，不管咱对台湾还是日本啦，就是咱来对咱家己生活一个真正确的认识，吼啊，而且吼认识了，咱的好优点咱就看到，咱的缺点咱就看到了，吼啊，咱家己知影讲哦，咱家己是啥，安尼吼，咱这迄种真的迄种自信才会出来。是，讲到庙的老师真正是。哦，真侪话要讲，咱来看一下这个你的这个成长背景哦，伫倒卡大汉的囡仔，咱来看一下 VCR。是恁知影吗？知影。啊，这两个门神，这条做啥物名？这条做啥物名？你知影？啊，唔知。啊？唔知。这条做真经啊。嘿啊，啊，这条做魏提宫啊。国语是什么？秦琼跟尉迟恭。带着阿公伫后里后义宫做庙公，伊自细汉就伫阿公身躯边缀前缀后，嘛对阿公身上学着该签诗的功夫，因此拍下相当好的汉文基础。因为我本身后壁就是去读日文啦吼，啊去迄个就是去日本读册，啊即马转来嘛是大学咧教日文咯。啊其实这个咧学日文的中间啦吼，就是较早伫庙内底，吼，比如讲这签诗啊吼，还是这古典。这教育啊，就是咱咧讲的，其实毋是讲中文啊，这阮咧讲是讲汉文。这汉文啊吼，其实对我后壁咧学这个日文的时阵，我拍下真好的基础安尼啦，吼。啊，其实这个物件中间拢共通。这方面其实啦吼，就是咱掌握咱家己的母语的时阵啦吼，其实对你后壁语言咧学习的时阵，其实有真大的帮助啊。自细汉就对台湾宗教无生分，加上后来去日本研究民俗，蔡一定嘛来指出。伫伊的观察当中，台湾甲日本的宗教上大无同。因为咱一般吼，就是讲台湾人去日本啊吼，你看伊的迄个神社啦吼，也是讲伊的神的时阵，感觉讲哦，敢若足清幽的、足好的，就对啊。其实啦，日本人啊吼嘛，足侪咱台湾吼来看咱台湾的宫庙，伊会感觉讲真有活力，你知影，真有迄种生命力，就对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其实啦，我感觉讲两边有两边的好啦。吼，当然讲咱徛伫咱家己的土地吼，咱因为咱咧讲的金庙起神嘛。所以咱定来讲，咱台湾的迄个宫庙啦、顶头足垃圾、足太高啊，足无算无一个秩序啊，就对啊。但是我是感觉讲啊吼，这其实这是咱台湾人的一种特殊的所在啦。吼，这有可能嘛是算咱的优点啦，就是讲咱的真有活力啊，就对啊。啊，所以讲因为到尾啊，日本因的迄个神社，若是讲较讲究的，就是讲清幽啊。啊，其实咱台湾咧讲的宫庙是讲讲究一支叫做欣啊。我这欣就是一个活力嘛，对吧？无一定讲是真清气，也是讲真安那，可能讲你庙内底安尼，迄个香啊吼，分间乌杂杂安尼，啊咱看太高安尼，但是人济欣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对。啊，所以讲这是价值的无共款，伊的基本的价值无共款，但是我是无感觉讲这是倒一边好，倒一边歹啊，吼，甚至讲嘛是讲咱头拄仔讲的，就是讲咱爱知影讲咱家己的特殊的所在，咱家己的好处是倒位啊吼。实际伫日本生活10多年，伫咧看日本甲台湾的宗教发展各自有无同的面貌。但是蔡一直讲，上重要是爱知影咱台湾独特的所在伫倒位，运用这个优势来将文创甲台湾宗教结合，做出属于咱家己的台湾味。我是感觉即马台湾吼，当咧发展的途中啦，吼。啊，其实咱台湾人啊吼，就是咱定定咧讲一个中华民国文学影响佫真大啦。所以讲，咱目前为止咧做这个宗教的这个咱咧讲的文创的部分吼，其实伊会较行迄种可爱风，你知影？啊，这个可爱风其实你若对日本来看的时候，已经好像有一点晚了，好像10年左右的对啊，已经是个循环过安尼的对啊。啊，所以讲，
咱若要摕即个万人层面的物件，要去甲人迄个竞争的时阵，可能较无优势啦。但是不管安怎，咱台湾该做嘛是爱做啦。吼，就是讲，即马包括讲日本已经进步到讲吼，伊看的，因咧讲起毛卡哇啦，起毛卡哇就是讲吼，看起来其实足恶心的，但是佫足古锥安就对啊。啊，这咱台湾即种较少，是啊。吼，啊有一寡较强的人，嘛，有咧做啊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咱的主流文化佫无法度接受啦。啊，我是较介意即款的啦。吼，啊，我是感觉讲这拢是一个过程啦。然后包括讲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其实嘛是对咱大众一个教育。啊，因为咱这个文创做出来，你爱咱大众买单，伊才做会落去嘛。但这中间就是讲哦，啊，咱即马大众喜好是安尼，但是大众喜好无一定是对的。无一定是上先进的，哦啊，但是这个创作者，哦，咱即摆咧创作的这个人，哦，伊是先进的，啊，这个中间一个调和，要安怎讲啊，达成一个平衡点啊，啊，这个平衡点也使慢慢的向前，我感觉这就是台湾一种进步安尼啦，啊，我是感觉咱台湾即摆拢努力做一个，有咧做安尼。蔡德自细汉伫庙宇大汉，宗教文化对蔡德来讲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。现在台湾嘛开始将文创甲宗教做结合，伊嘛表示肯定，希望未来会当更加有劲宗教甲生活距离。咱头头看到这 VCR 来看到，让老师哦，这个文化部分哦，尤其对庙的感情真深哦。不过最近这个庙会活动，煞互伊无感觉无遐尔正面，是安怎讲呢？我是感觉啦，就是讲吼，因为我即马家己住台南啦，啊住台南的话吼，就是几乎逐礼拜迄个咱咧讲的假日，拢有即个顶头啦吼，啊，结果造成交通的困扰。其实足侪迄个台南的市民对这个部分是反感的，吼。啊，当然以我立场啦，哦，以我所研究的，我是感觉讲这是真可惜的代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我感觉讲咱即马台湾的一个民俗啊吼，伊就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。啊，这个过程其实日本嘛捌拄过啦，就是讲吼，日本原来是咱咧看因的迄个坐垫啊，大家拢感觉讲我足欢迎的观光化做啊真好嘛。其实伊嘛是有一个足挣扎的一个过程安尼就对啊。啊，这个中间其实我感觉是上大的差别，就是讲咱台湾其实咱来去做这件代志，包括讲我即摆伫台南，吼，我嘛咧努力这件代志，就是讲，其实这个顶头、这个坐垫，除了讲参加的人以外，其实有来自外口的人。的一个刺激外口的人一个刺激，我讲的较紧就是来自国外的观光客啦。吼，啊，因为我本身的话，我甲日本较有关系啊。我知影足侪日本的朋友，其实对咱的台湾的这老日，伊是有兴趣的。是，然后像头拄我讲的，敢真有活力安尼嘛。但是我都拢是去想啦，就是讲咱即摆感觉讲哦，所谓顶头啦，还是讲这宫庙啊，拢无一个知俗啦，拢无一个这类个啦吼，啊，拢黑白配槟榔食就对啊。啊，我定咱家开玩笑啦，讲啊吼，迄若吼几啊千个啊吼来日本的观光客伫边仔咧看恁表演安尼，我毋知你做槟榔个配会落无安尼，吓。啊，你安尼要甲人冤家啊，你若想着讲我边仔有足侪迄种国外的朋友来看你安那表演的时阵。你迄个要讲敢讲会落啊？这个外部的力量啦。对，啊，因为就是讲这外部的力量吼来，我感觉讲，有人咧看啦。而是我感觉讲，迄种咱家己迄种讲自信也好啦，讲啊对咱家己的一个行为的一个约束的迄种心态，我是感觉会出来啦。是。吼，啊，若讲啊，咱这老者啦，是讲咱这店，若讲对国外来讲无市场都无会讲，但是我感觉嘛毋是安尼啊。咱台湾的迄个所谓这个顶头，也是讲这做老者，这是真有咱咧讲的观光的竞争性的，而是讲咱安怎看去规划就对啊。啊，真侪人会感觉讲，甚至啦，现主席足侪台湾朋友感觉讲，咱这种物件足见效，这种看敢要紧安尼，我拢较乐观啦，我拢讲吼，这不要紧，是，这样吼，你若甲伊打开了，吼，伊感觉讲，其实世界是有咧看咱的时阵，家己本身会去转变啦，是，吼。啊，包括讲，其实真侪人就是介意日本，所以讲讲日本的新社啦，因为日本的坐垫啊，拢足真清气啦，真安那就对啊。但伊有甚至都有人问我讲，老师，咱台湾的这老者拢有这兄弟咧参加，对对？日本有无？我讲当然嘛有，迄只要是就是咱东方的就对啊，这亚洲的这就对啊，拢差不多拢是安尼啦。因为你做兄弟的人，你要叫人较好叫嘛，你的迄个人际这个网络较好嘛，但是。日本甲台湾上大的迄个差别是啥物？就是讲日本因当地因会去重视因当地文化，所以讲咱这地方的这个大新社要办这店，这是足重要的代志。
所以咱的出来外口互看，这代表我嘛知影讲有人有兄弟咧参与，但是这个兄弟人。绝对伊就袂是去主位啦，还是啥物代表的人物就对啊。是，嘿，你参加不要紧哦，系啊。啊，咱台湾就是安那到尾也变做安尼，因为咱本身对这个物件，咱其实无感觉讲伊是一个足神圣哦，真重大、真隆重的物件就对啊。啊，就讲做老这就对啊。我咧庙安尼啊来拜拜安尼，咱较在意的是迄间庙的迄个神明，咱去拜有法度发大财无安尼啊，对啊。所以台湾、日本其实这个差别。真正真大啦，对不？嘿，对。安尼讲起来，嘿，我是感觉讲，因为时代无共款啊，吼，这部分呢，其实咱真侪拢会使落去克服啦。而且毋是克服，毋是讲去强制做啥物，是讲吼，咱去加入一寡新的元素。其实我拢感觉迄良性的迄个循环就会走出来。是，所以自你的观察，是毋是伫这个自细汉这个伫心倒骹大汉的这个部分，就自细汉就安尼培养起来？是啊。啊，因为对我来讲吼，咱即马台湾足侪物件要改革的时阵吼，大家拢会甲你讲，迄是因为传统啦，所以袂使改安尼就对啊。但是因为我今年40几岁啦，啊，我都会记得明明，我差不多30-40年前，迄时阵咧做老者放炮，无像即马放甲遮尔离谱啊。是哦，啊，所以讲，其实你讲的传统到底是偌久？是300年、400年，还是30年、40年，还是3年、4年安尼就对啊？对我来讲，民俗是一个足重要代志，但是民俗啊吼，我那是一个会流动的物件，对不对？伊是其实无定型的啦，吼，啊无定型的。啊，这个民俗的概念是啥物？是咱所有的人生活的一个累积的。讲当来台湾哦，其实过去有一个六合彩热，对吧？迄当阵哦，但是这个部分大家对神明嘛是有无共款的这个期待呢，对不？啊，头拄其实咱有咧开玩笑啦，吼，就是讲吼，咱台湾人咧拜神明，就是上大的要求就是发大财安尼就对啊，系啊。啊，其实迄时阵大家拢讲六合彩啦，其实若咧问阮的时阵，阮是讲大家乐啦。是，哦，啥咧讲大家乐？因为大家乐是对这个爱国奖权，哦，啊，迄个时阵台湾人拢讲好做阿乐的呀。阿乐的，啊，迄个时阵拄好是我差不多国考啊3年啊4年的时阵，哦，迄个时阵规个人台湾是差不多起笑的。迄个时阵大家拢敢若讲一句话啊。讲啊吼，台湾人啊吼，所有的台湾人拢签过大家乐，干咱2个无签尔，一个蒋经国啦，一个何应钦啦。哦，啊何应钦是因为伤老啊，所以无签啦。啊蒋经国是因为做总统，所以家己无签啦。但是我迄阵，我听到这个笑话时，我就讲啊吼，无，这句我承认一半尔。何应钦伤老无签，这我可能有法度接受。蒋经国做总统，你哪知伊无签嘛？反正总统府内底伊家己有咧做做啊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其实对台湾来讲，规个狂热的迄个程度是甲安尼啦。啊，迄个中间其实咱即摆拢讲拜神明啦，哦，迄时阵我去求神明，正神啊求啦，阴神啊求啦，哦，啊，迄个对迄什么妈祖啦，吼，啊，迄个帝君啦，求到什么百姓公啦、万神公啦、石头公啦、大树公啦，哦，甚至啊，迄时阵就是我印象足深的，但是足侪人已经袂记哩啊。其实毋是干那问神明的啊，有去问小的，问小的，就是迄种，因为较早就奇怪，较早可能咱的社会福利的迄个网络做得较无好。较早我拢感觉吼，迄个砖骹每一个砖头拢有两个固定的，就是讲每一个砖头拢一定有一个小的，啊一定有一个周空的。啊，这都拢伫庙的头前安尼伫遐咧游荡安就对啊。所以问周空问小的。问周空问小的，就是咱较早咧讲的，就是社会福利做得较无好的时阵，伊无去保护到遮个人，连这都问啊。啊，因为伊就周空啊，你甲伊讲啥，伊就甲你就安尼有无，伊就拢对袂起来安尼有无？啊，对这个对袂起来，伊黑白讲的这个话啊，去求灵感安尼就对啊。啊，我是感觉迄个时阵啊，咱看起来是真疯狂的一个台湾社会。咱回去来看起来，啊，这咱嘛是会使甲伊感觉讲，这是其实是台湾的一种可爱的所在，就是讲，咱台湾人其实咱有足侪想象力，是啊，咱有足侪迄种就想要改变现状的这款的迄个活力啦，吼，就是款这种咱咧讲的原动力就对啊。但是这款的活力啊，吼，那用在无好的所在，可能去年有一届选举啦，吼，即马咱就知影讲迄种的，那用到无好的所在，是会变啥物款的结果。但是咱若有法度去甲伊好好啊，去甲伊道歉的话啊，吼，我是感觉讲，迄是咱一个台湾的一个真有可能性的一种。咱力量啦，吼啊，其实我感觉讲，要安怎去甲伊导正到一个正确的方向，我是感觉对咱台湾人来讲，包括我即摆嘛是做这个工课啦，就是讲，咱对咱家己，佮对这个世界，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是啊，第一步就是感觉讲，因为咱是台湾人嘛，啊，包括讲我咧讲台语，这是阮妈妈、阮阿公阿嬷的语言。我定我甲阮的少年讲啦，讲啊吼，包括讲我毋是讲今仔日上台语大家安尼讲，就是讲，恁今仔是要学语言的。学日本话，
所以对恁来讲，其实保持一个对语言的好奇心，这是最重要的嘛。是啊好，啊那安尼的话，我嘛知影讲恁上课，恁到目前为止读册拢是讲中文较济，好不要紧。但是你身躯边一定有人讲台语嘛，好。啊，但是你对你身躯边有一个足侪人咧讲的语言，你完全无好奇心，你完全也无想要去思考，你哦完全无想要去理解，你也无想要去学，无想要去知影的话，啊你甲我讲你对日本有偌大好奇心，我是安尼啦。question mark。一个 question mark 安尼就对啊。所以讲我迄阵嘛直直甲伊讲，啊包括讲其实台语，啊包括讲我较早咧弄新明岛卡，这汉文这训练，其实对后壁咧学日文的时阵有足大的帮助。哦，足大的帮助，包括讲一个日本迄个因的汉语要哪念，这其实甲台语的迄种读音，其实拢小看的，嘿，拢相看的，而且当时啊几乎拢共款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啊，我嘛是甲我的囡仔拢安尼介绍啦。啊，第一点就是讲上重要，咱认识咱家己，是，啊，咱才有资格去做一个国际人安尼。所以当来认捌家己真重要嘛，真侪人想要飞出去去看世界，但是上重要是当来熟悉家己。我定咧讲啊，就是讲啊吼。咱啊人也是白痴啊吼，咱拢袂晓讲话安尼，上无咱笑笑啊，西装穿的安尼袂歹有办安尼，嘿有办啊，咱个毋知咱白痴知影。啊，咱啊英语足够讲的啊吼，结果讲出来的话啊，拢是迄种白痴的话，所以拄一个就瘪坑啊，就对啊。所以这虽然是讲较极端的话啦，但是咱咧讲就是讲，即摆其实嘛一句话啊，愈在地愈国际嘛，是，对无？愈本土愈国际。结果咱伫日本即摆上穿的是啥物？珍珠奶茶，哦啊珍珠啊，足在日本摕去做足侪料理的，足侪台湾人足想会开，迄是另外一回事。只是讲啊，这个物件是啥物？啊，这就咱咧食的粉圆嘛，粉圆啦，啊，这就是咱足生活足本土的物件。你唔通今仔日哦摕去日本了，哦啊结果穿啊，哦你才感觉讲哦这是咱台湾之光，还是啥物话无？粉圆珍珠是毋是台湾之光？迄应该爱伫伊伫日本穿进前，你家己都要有认识啊，吼啊。唔是讲啊吼，一个国家甲你认证了，你才感觉讲哦啊，咱啥物件足好，咱啥物足好。你若永远安尼时，咱台湾永远就甲人袂比平的，你永远就是敢若哦爱人甲你肯定了，人甲你安那了，你拢无一个自信啊。我是感觉讲咱做一个台湾人的话，安尼是了啊可笑安尼。是，所以伫老师欣赏自日本学习，其实等到了倒来看，就是来看咱台湾家己。对，今日非常感谢咱蔡迪教授来到咱节目现场。一书一酒一献达，德培君主团民俗。今日非常感谢蔡义德教授。台湾新爱界，感谢咱乡亲好朋友收看，咱后回再会。